台中市南屯区有85年历史的视听古迹水神堂，去年9月20日本人破坏的，一个事情都听过年录1年了哟。对今日开始连续3日，客家电视也推出专题报道，带大家向下了解1年来水神堂丰年的进度用呢，福建过程有多多用呢的困难。台中市从化区度又有多少屯水神堂用用的历史建物，等论政府单位补救对怪树下提抢救转来。1年前，台中高铁新市镇次判从化会前理事长李金安实行诉讼拆黑水神堂，今年3月的本人苏阿伯，不过法院还前做出判决，隔个1年也从化会退条提拔的5400万，涨估计的经费总算到位的。不过现在涨估计係個複雜的事情咯。台中市文資中心路按算，民國103年代以前，水神堂那會漲好。落下三架，这是在西南屯地区客家式建筑的一种特色。921正步岛的瑞城堂，竟然在开发的怪手下倒，这个是真的是台中市支持。大家看到夏天内方有動到嘅準呢，也其實就係對去年9月嘅時節有人調試破壞造成嘅結果，也就係講一條東西做地講就係水神堂嘅一部分。再個天地外嘅腳步看到也下外松樹必定嘅就係水神堂嘅富養，也下係先用樹標嘅然後幾固定等。再個看光上就看到也下水神堂嘅幅度呢就有用家嘅然後幾固定保護等，也就係將部分材料它一個時節有可能會受到影響，故所先做好防範。那你看那个大厅的柱子哈，那些里面那个柱子种的还不错，还很坚固。水神堂雖然調試破壞過後半年，咪就係今年3月14日，警方一天叫是做高鐵新市鎮次判從化會理事長嘅李金文向你動態，故所將法院審納批准。第案情下盲查清楚前，從化會同意先推出5400萬張嘅經費。等破案過後，再個向破壞者同主謀者就非順同違反文字法來求賠償。不過馬街卡多錢來漲，都漲唔準水神堂本來嘅用嘅。要修復起來，完全像之前的原貌是絕對不可能。只有在材料會接近，形式形狀會接近，但是裡面的內涵的那個靈魂是沒有的。唔但將文史工作者知道當然奈何，水神堂屋主新冠通名名嘅，祖上傳到今82年嘅遺產本然破壞，也新冠當通監督單位台中市政府提證區無下無落。從一開始，我們就非常希望地政署這從化的主管單位多負點責任，顧到地主權益。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這樣，文去轉一轉，沒有看他們實際說，他哪裡做得不好，怎麼樣去督促，很少看到有這樣。本來是撥了1096萬，後來我們專案小組議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他質疑從化會到底有沒有執行能力，他財力是不是夠不夠？所以要他把剩下的4400萬交到文化局。會長水神堂嘅首山經驗7米條錢4000萬，高為1年，也就係今年9月13日漲以來，行家漲估計嘅流程複雜，就程度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先進行調查研究過後，將做體進行實質規劃設計，為請公法一定站嘅廢材師傅，文資中心就動範了。盡量用修復的去維持它原來的樣貌，不要再去，因為重會現在師傅，就是剛剛講，現在師傅的功法不一定有當時那個彩繪師傅的那麼好。默默的來助導，希望瑞城堂能夠早日能夠修。瑞城堂門樓還有外牆，再顯示我們兆安的這個客家文化精神。轉到水神堂嘅現場，機動中嘅用嘅造就全照用嘅，像傳統人那嘢都係公家同鐵皮屋。看到安尼現象，屋主每次都乜解都講唔得咧。
台中市文资中心按算伫今年10月底完成调查研究报告过后，来做政府嘅规划设计，韩国劳工厂冇出现，这个电动文化资产审议委员审查通过，就算请假高铁年前年顺势起跨，每位电动民国103年米将有希望战后。客家新闻，旗帜为王之涵，台中报道。